世界盃賽程快報。好啦，咁講下第3場波啦，荷蘭對摩洛哥啦。荷蘭對摩洛哥同十分精彩，雙方咧同巴西同埋日本嘅比賽咧係完全唔同兩種打法。啲日本同埋巴西咧係打技術性嘅，雙方面都唔粗嘢嘅。但係呢場波咧，雙方面係十分之，我唔可以講係粗嘢咧，但係佢哋係用體力、用速度、用硬朗嘅踢法。總之你過咗我就踢跌你，寧可踢跌你唔俾你去，我都要犯規都要阻止你。可唔可以話火力味好重啊？係啦，雙方守門都發揮得好好，所以呢場波咧好多機會，雙方球員都好多機會都俾龍門一拒諸門外，直至到又喺72分鐘咧先入一球。咁啊摩洛哥好好彩啦，去到補時階段又係補時，今年好多波都係補時入嘅，就俾摩洛哥另一個頭槌攀平咗，結果就進入咗嗰個加時啦。加時之後咧，雙方面基本上嚟講咧都係捱時間嘅啫，即係冇辦法可以制服對方㗎啦。所以雙方面都係波來波往，走來走去，咁但係咧發揮唔到好大嘅攻擊作用，所以變咗最後都係要去射細馬。咁射細馬咧，亦都出現咗個好趣怪嘅事，就係雙方面繼續係保持一個捱嘅狀態，就係捱對方出錯更多。結果咧係荷蘭幾個射手先後中柱啊中楣咧，或者射失咗，令到摩洛哥最後捱勝咗呢場12碼嘅點球，獲得勝利。咁呢隊摩洛哥咧，我覺得比上一屆我去卡納爾睇嗰隊摩洛哥咧更加強，所以呢隊波可以走得更遠嘅，因為佢嘅攻守係好平均，亦都有速度有硬朗，絕對唔可以睇小嘅呢隊波。好，最後一個問題，德國敗陣啦，走人啦，荷蘭又敗陣啦，呢兩隊都係傳統嘅強隊，咁你覺得算唔算係爆冷咧？我就唔覺得係爆冷嘅，因為贏佢嗰兩支球隊亦都有本身嘅實力。即係唔係話一支二流球隊去贏佢哋，係有佢嘅實力去贏嘅。咁唔多唔少咧，我覺得係益咗法國咯。佢掃平咗啲歐洲嘅勁旅。係啊，因為當你歐洲波與南美波咧，有時產生嗰啲一啲唔同嘅化學作用嘅。所以世界盃之所以咁有人特性咧，就係因為佢哋往往咧係踢得出一啲唔同嘅味道嘅波出嚟。大家歐洲波踢歐洲波咧，佢哋太熟悉啦。咁往往有時啲波咧就比較正路啲，或者係踢法咧，大家都好清楚。但當你踢一個南美波，你完全唔熟悉佢嘅話咧，其實係幾困難㗎。就等於今日嘅巴西隊，佢哋巴西球員咧，基本上咧對於日本嘅球員係基本上係唔認識㗎。但係調翻轉嚟講啊，日本對巴西球員咧係基本上係了如指掌嘅，係最為師啊嘛。所以睇上嚟咧，其實日本係喺呢方面係佔優嘅。巴西有啲吃虧，但係又係嗰一句啦。一個維尼修斯就收死咗日本隊啦。係好嗱，等我講一講啦。6月30號就有3場波啦，就係法國對瑞典、挪威對象牙海岸、墨西哥對厄瓜多。咁呢3場波你點睇？你哋覺得邊場波比較會有睇頭啲？一定要睇法國隊啦。係啦，我先講法國隊啊嘛，頂頭大熱㗎啦。頂頭大熱係啦。係啦，德國又走埋，荷蘭又走埋，法國係啦，啲實力同埋佢嗰個整隊波，佢唔單止係有經驗啦。即係大賽經驗啦，亦都有去爭冠軍嘅經驗啦。近呢幾屆都係佢哋累爭冠軍或者係攞冠軍啦。咁再加上佢哋人手充足，踢法先進，兩個前鋒登貝利同埋另外一個係姆巴佩都係入係極強嘅球員，可衝可突，所以絕對係其他後衞嘅心腹大患。嗱，等你睇完法國對瑞典呢場波，你要同啲聽眾講下你嘅見解啦噃。好啊，希望有機會睇完之後講啦嚇，咁就始終都係呢隊波，始終都係法國佔優啲唔得嘅，係啦。好，咁其實另外一場波就係墨西哥對厄瓜多爾，都係值得大家留意嘅。墨西哥呢場波絕對唔容易打嘅，絕對唔容易打。我哋可以緊密期待你同大家聽眾講下你嘅見解啦嚇。好多謝各位聽眾。好嘅，時間到啦，我哋又要同聽眾講拜拜啦。拜拜。拜拜。